好，也川普的关税这道流落是互国际金融市场有够疼。未少做投资的，就该买黄金。顶礼拜黄金的价值已经抢超过3200块美金，3200块美金，这个数字是历来上界悬的。也黄金的好价油价是无好着哦。美中伫咧战关税。全球的经济都有衰退的疑虑，也即个疑虑就互能源的需求就安尼来减少，价格就礼拜，也即马即个石油逐桶可能卖无到50块美金。国际油价继续落，台湾中油公司宣布，就是零时开始，国内汽油、柴油每公升计价，各自落9角价1块4角。对此有透过专家分析，最近原油计价受到国际环境因素出现真大波动，像美国总统川普鼓励开采原油，用控制油价来假设控制通货膨胀的手段。不过川普对着对国内实施对顶关税政策，虽然暂慢实施90天，不过伊原加深全球的市场对着经济衰退疑虑，也有对原油的需求。不过，国际油价底线也是维持伫较低价格。还是要看整个欧佩克国家对于产能这边的一个控制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态度。至于说会不会直接这样子跌破这个$50哦，这个可能还是要观察的。不过，金价行势拄好，甲油价相对并，黄金现货收盘价11每盎司3236块美金，搁再创下新高的纪录。专家认为，川普就职了后，国际金融市场无稳定，然后各国央行继续扫货，对顶关税之乱也互不少投资人甲避险的资金流向黄金的市场。买卖都有增加，有一些是因为股市的关系，关税还很不明确，所以要等明确以后，它才有可能说明志下来。专家指出，即阵对油价起价不利的因素较多，国际油价较会落、较歹起。也若金价虽然是继续冲悬，也毋过提醒投资人，若进入场买黄金，有风险甲无确定的因素存在，投资人必须要注意这个风险的控制。记者综合报道。